屏东的民用工厂发生爆炸，消防的权益搁再引起关注。立法院今日召开警消权益的公听会，有学者表示，消防的代志应该尊重专业，统一由消防署来负责。在警察的部分嘛，建议应该修改警察法，调整事务的分配。 屏东民用大会炮灰兄弟顺节，消除消防制度问题。立法院19召开公听会，邀集民间各界参与，检讨即马运作欠点。学者就建议消防一条边。原先的一个背景不是消防，那最后当上地方政府里面的局长，我们需要是一个很专业的，他不是一个通才而已。如果可以统一那当然，我是个人乐观其成。为欠点想解决方法，设法让消防员权益受到保障。基层警员也到场发声做工会，来替警界发声，强调工作包山包海，协助行政机关业务，角色也为辅助变主角。我们应该都是一个辅助者，不应该是一个负责。但是现行有许多的社会议题，有些机关会以他们人力不足的名义，将他们的任务转交给警察。我们这个拖警察这么多年了，可是我们第5条跟第9条内容跟现实是严重的脱节，是我们国家法制不彰，沦为一个画饼，要删除警察法第5条，其中的第3、第5款的国境警察、水上警察业务。回归警察法学者点出，警察事务分配出现分权化趋势，多项条文内容，刷甲现实严重脱节，建议删除。严格政府推动警察法修法，各部会就部分条文像安怎修正无共识，保证压力客观，有待内政部办理后手的审查会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